珠海山水相間，綠島相望，人居環境一流，連續多年來被評為全國最宜居城市同最具幸福感城市，有着幸福之城、浪漫之城、百島之市嘅稱號。珠海地處粵港澳大灣區核心位置，擁有港珠澳大橋一橋連三地嘅獨特優勢。隨住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嘅推進，同港澳車北上嘅政策實施，兩岸三地嘅關係越為緊密相連。越嚟越多港澳長者選擇到珠海，喺綠水青山中享受舒適嘅退休生活。跨境養老正成為一種新趨勢。珠海金灣頤養院係珠海金灣區政府同三灶鎮政府聯合出資、聯手打造嘅重點民生工程。係擁有800張床位嘅園林式養老院，環境清幽，景色宜人，俾到長者親近自然，樂在其中，用優美嘅環境提升生活品質。院區設有康復醫院、老年大學、營養餐廳、運動場、動物園、兒童樂園、露天泳池等特色設施，設置套房、單人房、雙人房、醫療住院床位等多樣化嘅房型，可提供自理、半護理、全護理、特殊護理、認知症障礙照護等專業照護服務，滿足長者多樣化、個性化嘅養老需求，為長者提供衣食住行、防治康養、文娛體遊12個內容，130多項服務，一站式滿足長者嘅生活需求、健康需求、精神需求。院內設康復醫院，開設全科門診、健康管理、醫學康復、老年病科、醫療護理5大科室，並且同附近嘅廣東省人民醫院珠海醫院開通綠色轉診通道，24小時醫療有保障，真正做到醫養康養相融合。同時可幫助港澳長者辦理珠海市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，讓港澳長者享受與內地居民醫療同等待遇。珠海金灣頤養院更注重滿足長者嘅精神需求，開辦文化、娛樂、體育、旅遊等多元化嘅活動，充分滿足長者嘅精神需求。貼心嘅服務，一流嘅環境，專業嘅照護團隊全方位呵護。珠海金灣頤養院滿足大灣區長者多樣化嘅養老需求，令到每位長者都有一個優雅幸福嘅晚年。